大家好，今個星期嘅法庭新聞重點自然係黎智英勾結外國勢力案再次開庭，聽取案中各被告嘅求情，係案中9名被告首次共處同一法庭。黎智英一方以佢嘅健康狀況為主要求情因素，至於其他被告6名蘋果日報前員工，強調當時係聽命行事，而負責所謂打國際線嘅2名被告，則強調並非案中主腦，係告密者，各人均期望能夠獲減刑。最終各被告嘅求情合計只用咗2日時間，較預計嘅4日為短。3名主審法官需時考慮求情陳詞，擇日判刑。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同埋集團旗下3間公司，舊年12月被法庭裁定違反港區國安法中嘅串謀勾結外國勢力同埋串謀發布煽動刊物等罪罪成。案中其他被告仲包括早已認罪嘅6名蘋果日報時任高層，包括張劍虹、陳沛敏、羅偉光、林文忠、馮偉光同埋楊清奇，同牽涉打國際線遊說外國制裁嘅李宇軒、陳子華。首日求情嘅陳子華同埋李宇軒，佢哋涉同黎智英干犯串謀勾結外國勢力罪。代表陳子華嘅資深大律師以曾被歸類為超級告密者為由，認為應獲最少5成減刑，又指其角色只係傳話而非主腦，減刑後刑期應少於10年。代表李宇軒嘅大律師指，李並非主腦，好早期已認罪，並提供咗22小時嘅錄影會面及6個不損權益口供，雖同意量刑起點為10年係合適，但期望法庭可以採用較低量刑起點，建議減刑50%。至於黎智英，代表佢嘅資深大律師彭耀雄集中強調，黎嘅健康情況唔理想，有高血壓、糖尿病同白內障等，加上長期單獨囚禁，令黎喺獄中嘅生活更加艱難。而控方向法庭提供嘅資料，較為引人注意嘅係黎智英嘅體重變化，佢由2020年被捕之後嘅體重80公斤，反覆上落，至今年1月嘅體重為79.2公斤，只係輕咗0.8公斤。控方又展示懲教署提供嘅黎智英最新健康報告，顯示佢每日受到健康狀況監察，判斷佢適合獨立囚禁，冇心理問題，整體健康穩定。控方強調，就算黎獨立囚禁，佢嘅家人同朋友仍然繼續有探訪，有福利官每日同黎見面，還押期間可以睇報紙，進行康樂活動同有醫療等權益，更可安排到公立醫院睇病，只係黎一直冇提出要求。之後到蘋果日報3間相關公司及時任行政總裁張劍虹求情。張劍虹嘅求情中引用區諾軒案，要求同樣減刑55%，但法庭直指區諾軒喺案中曾經公開表示會退出初選，但本案中嘅張劍虹並冇實際行動退出串謀。李運騰法官更質疑張嘅遊說最後失敗，串謀協議喺之後仍然存在。有證供顯示張劍虹事後繼續同員工開會，所以國安法第33條有關從輕處罰嘅條文未必適用，因為條文規定需要有效咁防止犯罪結果發生，先至可以引用該條文減刑。至於第2日嘅求情，由時任副社長陳沛敏開始，代表佢嘅大律師話，陳在位期間曾經反對黎智英喺蘋果日報刊登具爭議性嘅文章及節目，指陳而家好後悔，又指陳因健康出現嚴重問題，有經濟困難，唔能夠輕易離職。其後求情嘅羅偉光、林文忠、馮偉光及楊清奇，佢哋嘅代表大律師皆強調各人作為員工，只係聽命行事。另外，因涉及支聯會被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案，自2021年9月起還押於大欖女懲教所嘅鄒幸彤，前年入稟高院提出司法覆核，指懲教署規定女囚犯喺夏季活動時需穿着長褲，但男囚犯卻可穿着短褲，違反性別歧視條例、監獄規則同埋違憲，且危害健康。不過，高院法官高浩文日前宣判駁回鄒幸彤嘅司法覆核，並需負訟費。今個星期嘅1周法庭新聞重點又到呢度，下周再會。